強歐子，你知道嗎？富不過三代，這句話不僅是一個中國的民間智慧，也是許多富裕家庭的殘酷現實。今天我們要探討這個歷史詛咒背後的原因，以及它如何影響中國的富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名字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：富不過三代的歷史詛咒。這句話在中國流傳數百年，既是民間智慧，也是殘酷現實。那麼，什麼是導致這個詛咒的原因呢？首先，我們需要了解中國歷史上的財富積累與權力、時勢、政策的緊密關係。財富的誕生往往迅速，但是它的消亡也同樣劇烈。這背後的根源不僅在於家族內部的分崩離析，更在於制度演進與環境的變化。讓我們以明清兩代為例，徽商、晉商、鹽商等商幫曾經輝煌一時。然而，當政治環境轉變，制度保障消失時，這些家族的命運也迅速崩塌。這些歷史案例揭示了一個事實：在缺乏穩定制度保障的社會裏，財富從來不是永續資產，而是一種高風險的短期成就。在改革開放後，中國誕生了數百萬名高淨值人士與上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。然而，這些財富的穩定性卻遠不如歐美百年家族。這一代企業家多來自市場化初期，掌握政策紅利與產業窗口，但是他們懂得在不確定中創造確定，卻少有時間建立財富管理制度。例如房地產業的興起，是中國第一波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。然而，當政策週期轉向，槓桿收緊，監管升級，整個行業由黃金時代步入存量博弈。許多企業主發現，過去的高槓桿擴張與影子融資不僅難以延續，甚至可能成為法律與資金風險。這時，出海成為許多企業家內心的本能反應，尋找安全港。讓我們通過彭先生與他的 S 地產集團的故事，了解中國房地產企業國際化的縮影。彭先生早年就開始將部分資金轉移海外，購買境外物業。然而，隨着國內監管趨嚴，外資管控加強，他的動作也被外界解讀為資本外逃。2021年，S 地產集團出售股權與某知名機構的交易未能通過審批，成為一個分水嶺事件。這不僅是企業交易的失敗，更象徵中國房地產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制度瓶頸。出得去的錢，未必落得下的根。因此，中國富人的焦慮並非來自貪婪，而是源於歷史記憶的深層恐懼。他們知道，沒有制度的財富是浮在水上的冰，載後也終將結冰，載後也終將融化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人與財富管理的故事，請關注我的頻道，並在下方留言區留下你的想法。記住，一起探討中國富人的故事，不僅能夠讓你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社會與經濟，也能夠讓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財富。感謝你的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